拿彩虹，只能拿彩虹，只能拿彩虹。好啊啦，莫搁耍啊，莫搁耍啊！嘿，今仔日大项目是要开会的呢。来，集合，徛一摆，徛一摆。过来啊！徛好，今仔日是重要代志。啊，拄好探险队你嘛有来，对不对？啊，希望你通啊提供我一寡意见。啊，伫个会议开始进前，来大声讲出你是啥物队？我是日木狗狗鸡，狗狗狗狗狗狗。嘿，个鸡咧。go。好，来甲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品雄。大家好，我是尤文。大家好，我是建林。大家好，我是建建。好，恁好。啊，今仔日哦开会有重点的哦。第一件重要的代志就是吼，我感觉咱是咧大项目顶悬，应该迄称呼应该较统一的。后摆恁的名哦，就号做虾啊、鱼啊、蛤啊、甲梨啊，好不？就我感觉是安尼较统一啦。感觉后摆拢号做我头先讲的遐个名，请野手投票。那刚我一票尔，啊你怎不爱投？无啦，啊探险队哦，甲阮拢是好朋友啊，因的名阮拢会记一啊，唔免号啥物奇怪的名呢。所以拢无同意就对啦。好，安尼煞去啊，后摆恁嘛是共款啦，叫恁家己的名啦。好，第二项，我感觉哦，大项目顶悬，迄本数莫搁分类啊啦，分类有够麻烦的啦。会对啦，我甲你讲啊，吼，你该买足济吼塑胶袋啊，足讨债钱的呢。是啊。莫话，我甲你讲，头拄啊吼，我毋是有做伙啊，咱是马子啊，你要爱投阮。注意哦，因为甲你听，你先爱甲听者。来，后摆大项目顶悬，就莫搁分数分类，请野手。哎呀，我头拄甲你斗相听呢。有啦，有一个有赢咧。有。安尼进2、3、4，4票过半啦，拍无啊！后摆大项目顶悬，唔免搁分数分类。是啊！哈哈。歹势！哦，我拄则在坐公车哦，塞车伫倒啊，啊是讲小朋友，恁拄则刚开始摕补妆啊？袂啊袂摕补妆之前，敢有发生啥物代志？一直投票。投票啦。投票真好啊！啊，恁投票的项目是啥？第一个项目是啥？改名。要甲阮的名号做海山类的。海山类，这么酷哦！哎，什么什么空哦？那外口，为啥你无想要用叫海山啊？想要安怎？你叫我本名叫好。你免叫本名啦。啦，一般我嘛讲好啊，我嘛讲好啊。恁除了投票，这还有投票其他的无？讲粪扫卖分类。粪扫卖分类。哎呀，你像有通过啊？像通过，像有野手的。野手是啥？你野手？是安怎你要野手？因为白大虾甲红小琴拢一直叫阮野手啊，我惊歹势啊。歹势，你歹势啊！啊，朋友就是安尼啊，斗相听啊，本身咱咧但这唔对目手啊，阮朋友啊，甲阮野手啊，代表就是安尼。是啊，你看我有4票呢。毋是啦，我甲恁讲哦，虽然讲投票的时阵会当较紧哦决定一寡代志，啊，毋过边仔人若是讲哦，你安尼大家拢爱野手，无野手就是无够意思，无讲正义，这嘛算是这吼，这哦济人的压霸，济人的暴力啦。袂当朋友讲啥，你就缀咧做啥，爱坚持家己哦有意见的勇气，因为真正的朋友伊会互相尊重，接受你的意见，伊袂去哦逼你去做你无想要做的代志。对。好啦，歹势啦，啊头先哦投票有一寡无合理的所在，是。无即摆，咱来做上尾一届投票。好。恁感觉要互咱的探险队摕宝藏的，请野手。摕宝藏。听我家己就野手啊！因野手足合理的，啊是啊，你捌野手的。无啊，因哦，教咱咧哦独立思考咧，这个道理，啊，你会互人来摕，安尼，讲介好吗？对，嘿，洪小心。你爱独立思考哦。你讲啊，所以我独立思考我无爱啊，啊，毋过投票有过啊。啊，会使遐尔当
好啊，所以我决定要用提保装啊，那你给我意见？哎，心甘情愿讲。我就干嘛用笑呢？的，用笑的。来啊，恁准备好啊未？准备好啊！来哦，准备接招，赢来卡！叫阮的名，即管是新鱼仔的挑战，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，看阮叫到倒一个鱼仔下落来，若新着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恁的皮得甲我平较红呢。来哦，要来洗身躯还是洗分数的，拢会用的。well，这是咱逐工拢爱做的代志。无唔对，诶，啊，毋过哦，我会记你细汉的时阵，嘛毋是我啦，就是你的心里面，你就讲啊，你的心里面。咱有一段时间哦，会无甲伊洗身躯，对啊，就最想要紧去耍的啊。你敢知有啥物吗啥物啊？放学转来了，随看电视，随食对饭，啊，随去耍，对哦，就是拢无想要去洗身躯。太恁敢有过瘾这段啦！期間有無？有有哦，你对看唔，对？跟来，give me fight 一个。卖，哎，你会记你迄当阵你几岁？我细汉的时阵， 4、5岁。哦4、5岁，哦，迄当阵无爱洗身躯。嗯，所以今仔日的主题是安那一直咧讲洗身躯，哎主题就是洗身躯。哦，可能对恁大家拢真了解，逐工拢爱做的代志。头壳顶啥物字大声甲念出来，清气银啊！所以清气。啊安怎来摕大片咧？咱拢总15尾鱼啊，4地一块大片，8地就2块大片，准备好未？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出鱼啊！啊！用大点来，月经啊！标准，去加油哦！来，老脸水，对哦，哦，够标准的啦。啊，个超强！来，哦哟，扫地。扫地扫壁甲，洗面洗耳康。哎呦，搞咱波罗是叫对位啊啦！出鱼啊！哇，因真是足该清气的呢。倒小水，哎呀，对，是的啊！来，手下嘛，而且每一尾鱼拢有新着啊。唔对，你较快。三本，再问，哇，哎，我今日就停课。拢没叫。哇，面包，哦，碰到，枪！哎呦，辛苦。身躯无洗，转洗。啊，歹，几地啊？7题。嘎吱！啊，洗泡泡，我今日有够停课，我拢没叫鱼啊！安尼，8尾鱼啊，8地都煞。无物件，无物件，半尾，无怕尾。那这高神啊！是呢，你看8尾鱼啊，拢神着。规个领导运动神经真好，而且台语能力佫真好。哇，都无考虑就讲出来。啥嘛，嘛是小可复习者。嗯头先有一个 bonus，迄句话安怎讲？佫念一解互大家听。扫地扫壁甲，洗面洗耳康。哎对，呦，我头就是用洗耳康。你真讲洗甲足清气的，清气溜溜。伊的意思是你甲你讲哦，表格是上会拉山太高的所在。哦，啊，你有法度变扫的时阵会扫到表格，表示你是足认真的人。哦啊，你洗面洗，你有当时啊耳仔才洗袂着嘛。哦啊，不过你没注意到连洗面拢通啊洗到耳仔来，表示吼你是真认真的。哦，安尼了解哦。了解。身躯无洗安怎？转洗。敢知影洗是啥？你要看无？你想要看无？你安尼手安尼撸撸即摆你真正有，你看有无？拜托你卖做出来，卖做出来。有无？无啦，哪有洗身躯啦？就是身有当时你撸撸的，毋是哦哦。有啊你看你捌撸过无？有迄就是身。洗无清气啦。伊手遮乌拢洗，你看遐再拢露出来，迄是我日头拍的，哦，迄日头拍的。安尼了解哦。了解。好，安尼咱搁念一解。身躯无洗，转洗。哇，真搞啦！对，沙地大片8分车体啦！来，摕着大片大声个念出来。上厉害滚啊！班，哦，
米黑，二来大起你，哇，真高啊！赶快东海岸的大片拢无摇。厉害哦！你该扫大来加。哇，真正是第一届啦。唔要紧，后一关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总讲一句，两个人甲动物看转去因厝的，另外两位就会当看题目做句，伫网啊夹起来进前，看你会当完成几题。要摕宝藏，绝对唔是戆人想的遐尔简单。好，任务来，囡仔兄囡仔姊，我看高雄地区上界有名的是啥物？阵头是啥，你知无？唔知。恁家己讲。来文的宋钢钉，来问个宋钢钉啊，什么人有学堂野手节无？宋钢钉。哦，见人甲见见。嘿，哦，敢会使表演一套互阮看卖咧？会当会当。来，破色甲吹落安去。尼拍节来，目。头前请。哎呦！看下去，袂歹咧，啊，继续练咯，知无？加油哦！好是是是。啊，今仔日要甲动物赶转去，安怎来摕到大片？两题通摕一块大片，三题若拢过着两块大片，准备好未？来哟，下一位。好，下面来加几位哈？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，哎对，来，来卡手卡，袂使甲我啊，我加较拍掉。轻的，加较轻的，要到位就要较轻的，哈。较紧的哦我。你收大也不会走。啊，较温柔的，我阿哥。我想无开路啊，你唔通用迄个拍送钢搞迄个红外拍啊，加破的，较轻的，较轻的，加较轻的。加较轻的，紧的，较紧的，好，加。对，起你，好起你，迄两样。轻轻啊拍涂骹啦。嘿生啦，你都是对。伊迄去迄破去，伊是查甫的，你袂记一啦。啊，一个人拍，无你会歪去了哈。加一个人伊只拍，较轻的吼。涂骹。无伊，你要拍头较轻的，哎，伊也不会出去啦。轻轻啊。我来去啊。请讲，来电线甲发炎。发现内底有足侪电线，好，会用的过关。哎对，好，好一个。较定。哎啦，安静啦。对啊，阮大金较乖加较轻的哦。哦你说生意啊无咧吗？哈。加较轻我就的。介绍。大金。多好来，请讲，来，安怎愈来愈安怎？弟弟的代理讲甲愈来愈好。弟弟的台语愈来愈好。我妹妹的台语咧，哎嘞，妹妹的台语。我无妹妹。拜拜哦。阿米啊，咱的阿飞啊。较轻的哦哈。啊，对啊，你对。对，去海滩。咸水啊！水啊！哦，啊你惊水的，你走去咸水，你安尼袂活啦。咸水也好食的。阿辉啊，注意哦！阿记，等伊吼，你会惨嘛你？对，对，错到无毛，错到无毛啊！迄个头搁插一束束啊。哎呀！较轻的哦哈。阿记，请原来安怎？莫怪。原来伊腹肚痛，无怪上课拢无精神。哎呦，对。原来安怎？莫怪安怎咧？原来伊感冒学啊，无怪伊今仔日无来上课。哦，原来伊感冒，莫怪伊无来上课。敢有其他同学要试看卖咧？健健。互伊讲去啊！啊，原来恁两个是相生啊，莫怪这讲。对。好，来，看卖啊，差题，两块大片来，请提。是每一个分数大片大声甲念大家有淡薄仔过分啊！手夹啊，手夹吧，好，再来，妈祖鱼，来，大起你，无啥客气哦。嘿，大家就过分的哦。都无客气的。开底下个扫，扫落，加油哈，来加。一路对东边扫到西边去啊。好，来到上尾关啊，到底搁通摕到几块大片咧？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小人无共款，这关互恁来到阮的尊元对战，一人抽一张题目，
其中有一个人的题目会甲别人无同，虽然形容家己的题目了后，最后甲迄个无同款的人掠出来，嘿嘿，含嫌对，恁敢有阮这干巧啊？我是讲，恁敢有阮这巧啦？啥人无共款，嘿嘿，好清楚，我就徛伫遮，因为今仔日我要甲分数收起来，一定要收起来，因已经摕5块大片啊呢。哦，啥人无共款，拢知安怎算吼？抽到题目了，你就尽量去形容，啊，毋过袂使讲伤紧，啊，毋过嘛袂使差伤济，互人感觉讲，你讲的这个敢有符合这个题目？嘿，嘛是爱符合啦。嘛是爱符合哦。你若赢过阮1分，你就有1块大片；超过2分以上就有2块。安尼知哦？我尽量把我的分数收起来，拜托你。来，这请，当当就交互你啊。请抽牌。九百，丢丢丢。青菜蒜，伊个哦，袂使有边仔人看到哦，千万唔通，家己看。千万唔通。有人唔知影迄是啥物的无？应该无人吼，应该是拢看有吼。哇！好，安尼啊，咱一盒开始讲。依依的，依依的。哎呦，好，安尼2盒。顶悬有数字，哦，讲到重点够巧哦。的哦。拢这搞胜，拢这搞胜。好惨啊！好，安尼3盒。通常伫厝里拢会有。好，好通常厝拢安尼换你。说你说你。好，安尼3盒。通常伫厝里拢会有。好，通常厝拢安尼换你。说你说你。通常1分钟有60秒。我赢啦！我搁咧想啦，我搁咧想不然啦。 1分钟就60秒啊！通常爱换电池，好，通常爱换电池。哦，食电的啦。真歹讲。紧张较好。安尼咱先整理一下。1盒讲伊是圆圆的2号讲顶悬有数字。 ，3盒讲伫厝的有诶。好，咱准着讲爱换电池。好，安尼咱头一轮是安尼哦。安尼咱的迄个线数愈来愈少啊。准备好啊未？小朋友。结一个啊，再结一个。这一个若讲落就知影。安尼咱准备要来第2轮哦。来1号，请讲。伊的中央有会动的物件，中有会动的物件。会关哦，会关。好，安尼咱2号，换2号讲。会当摕来看时间。哦，好，安尼3号。通常伫厝里拢是吊伫咧壁顶。哦，哦，足危险的，足危险的，足危险的。我要讲的这个是有分电子色的，啊加机械色的。会使。哦，安尼使哦。哦。好，安尼咱就来甲伊整理一下。咱1号讲的是圆圆的，中央伊家己会动的。 2号讲的呢，顶悬有数字，会当摕来看时间。好，啊3号讲的是伫咧厝的有诶，啊吊伫咧壁顶。阮船长讲的呢，爱换电池，而且有分电子色甲机械色的。好，来。确定啊？来好，啊！安尼啥人无共款，请投票。哎呦，好快呢，好快！两个。有3个是共款，一个无共款的，啊3个共款的是时钟，啊一个无共款的是手表，啊无共款迄个请举手。Yes yes yes。每回是你一口你那最后选我，因为其实你有咧考虑，你是毋是咧考虑3号？有，啊，最后你哪会选我？因为伊有分电子式甲机械的甲机械哎呦，式的。安尼伊对手表有研究对，的。啊，毋过时钟嘛是有啊，嘛是有分。有啦，
只是较罕的较那分啦，因为大部分电子的较济嘛。啊，我感觉三号伊就勇敢的，直接讲出来。伊直接就先讲我掉我阮兜掉一边，掉第二表的，掉的。啊，是安那建议你会选恁阿兄咧？手表爱换电池，我是无看过。啊？哦，手表其实嘛通常拢爱换啦有咧换电池，因为只是时间较长，我甲你讲，干到迄种贵的，较毋免换，啊着记下迄种七的迄落种。嚟啊。啊，佮有一寡是要充电的。嘿啊，嘛是有充电的。对对对。我真正最后我是真正选无啥会出来，因为伊足明显是时钟嘛，对，所以1号甲2号我听无啥会出来。最后我会选出来是想讲2号，迄个伊讲什物看会当看时间迄个嘿，我感觉讲，看时间，佮这个手表啊，敢若无一定是足接近的，所以我就想讲啊，应该就是我家己啊，因其他的衫拢共款，而且伊有讲什物圆的衫的，咱嘛袂特别讲手表是圆的，时钟较是圆的，所以就是安尼，歹势我手起来，1分比1分0分无半地，哈哈，好看，歹势吼，好，中尾要来到提宝中的阶段，啊，毋过敢提到咧，现在个。恁母国小的囡仔兄囡仔姊，要来提宝中哦。请问一下，哎，恁敢有想要刷位？无，就照安尼背。对，对，哎呦，手甲翻咧。爱过平常，我讲车背的时阵才背，背超过1空才有准绳。到底敢摕到宝中咧？车背。咦，班长，我摕到的是什么宝中咧？是安尼恭敬到底。红景豆皮，倒位啊我？甲你讲哦，这豆皮吼是一个高分呐，嘿的这个红景，啊啊，就内底吼有520片。而且还有真侪地啦，还有真侪风景，你安尼看去真水。平常今仔日参与落来，心情啥款？就快乐的。快乐啊！多谢啊，你的你。面手有快乐。快乐啊！有啦，但我紧张，头先有小可紧张无？有。你背的时阵有吼，有感受到。来，啊，你的心情啥款？虽然最后一关我无摕到2片，嘿，不过有这个机会，就是足难得的。是，多谢你感觉阮这个所在真好，感觉真难得，后摆再过来吼。啊，建伦你咧，足欢喜的。真欢喜啊！来，建杰，我想要后一摆再过来。下弯啊，你今年几年啊？你4年啊，哦，安尼有机会哦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够有2档的机会，嘿啊，继续练，继续来拼。啊，毋过来爱炸物件来。炸啊哈哈，阿爸，四只了。我想讲2只就好啊，4只。你是你想要叫伊放在卡车的保温哦？ 2只啦，人来就好，人来就好啦。你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大家爱大义。再会，再会。